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葉師傅詠春呢個節目。近排有朋友同我講佢退休，咁大家又有冇諗過退休呢兩個字呢？除咗退休之外，大家有冇諗過提早退休啊？我相信大家都有嘅，不過可能諗一諗之後，因為工作嘅關係，有時丟低咗冇去諗佢啦。咁以前啲人呢？以前啲人到底係點樣睇退休，或者點樣諗可唔可以退休呢？大家可能會諗起呢四個字：養兒防老。咁當然啦，呢四個字喺以前嚟講 work 嘅，咁到今時今日就應該唔 work 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大家都會諗起另外四個字，就係成功靠父幹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就唔可以用呢個 plan 嚟到做退休嘅規劃啦。咁其實近代啲嘅話咧，大家可能聽見一啲定律嘅，我退休之後有20年要使錢，咁所以咧我而家就要提早20年就開始儲錢啦。咁時至到再近代少少咧，就係退休之後咧，我有25年嘅錢要使，咁所以我要提早25年就開始儲呢嚿錢啦。或者自己都諗一諗啊，咁如果我想提早退休，由60歲開始使到90歲咧？咁我係咪應該30年前就已經要開始儲呢一嚿錢？當然，退休同提早退休，大家有冇啲咩特別概念呢？相信大家有嘅。我亦都有一個提議嘅，就係咧，你有兩組數字你係要計算嘅。第一組係你嘅收入，第二組係你嘅支出。至於支出方面咧，可以同大家交流一下。我相信喺住屋嗰方面啦，交租、管理費、水電煤必定開支嘅。至於喺自己方面嘅，可能係買衫啊、去旅行、過節，甚至乎我成日都提住嘅，我要剪頭髮啦。咁呢啲都需要嘅開支嚟嘅。除此之外啦，咁大家都會去旅行啊、學習新嘅嘢啊。咁都係需要嘅一個開支啦，好緊要嘅就係醫療開支，亦都係要納入去你自己每月支出入邊嘅。大家仲諗唔諗到啊？咁娛樂費係好緊要嘅。除咗支出之外咧，其實時間上大家都會多咗好多嘅喎。大家試諗下，以前一至星期五我哋翻工，跟住星期六日唔使翻工嘅時候，我哋都想去舒展一下啦。可能去戶外行下，甚至乎有時去下一啲短線嘅旅遊都唔定。但係退咗休之後咧，一至星期日都係喺屋企㗎咯喎，你時間就真係充裕咗好多啦。咁喺呢一方面咧，我提議大家要去學一啲新事物嘅，諗定退咗休之後想學一啲乜嘢嘅新事物。剛才都提我哋退咗休之後都有收入㗎嘛，係咪先？大家有冇諗過收入嘅來源喺邊度咧？可能我會計強積金啦，而家最常見嘅本身嘅儲蓄，然之後就可能你提前已經準備定啦，我買咗份年金，仲有咧可能係股票、債券、你嘅基金，仲有冇咧？可能會係有啲人有一啲嘅保險上嘅儲蓄啦，有啲人會係有一啲保單逆按揭嘅儲蓄啦，甚至乎有一啲唔同嘅逆按揭，你哋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幾個項目啦，如果再有嘅，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，同我交流一下。呢幾方面咧，都係大家收入嘅來源嚟嘅喎。咁剛才同大家都提過啦，我哋提咗支出啦、收入啦，同埋時間啦，呢三方面都唔同咗嘅。呢三方面之後咧，係啦，即係其實咧剪頭髮都係支出嚟嘅，所以你退咗休啫，咁你啲頭髮繼續生長㗎嘛，咁我都要去剪個靚髮㗎嘛，係咪先？咁老花又深咗啦，呢啲我都冇加上去㗎啦。老花又要配個副眼鏡啦，呢啲冇加上去㗎。多啲大家交流一下啦。係突然間支出條數又多咗啦，點算咧？咁樣樣支出收入都計好晒啦。之後咧，你就真係可以 plan 幾多歲開始退休。我當60啦，60會覺得舒服啲嘅。咁啊60至65，66至70，咁啊70至80，80至90，90至到打後啦，尤其是係60至65同65至70。咁60至65點解會係咁緊要咧？頭5年，因為成個模式係唔同咗㗎。你自己試諗下，你由本身1至5翻工，起身就翻工，放工翻嚟沖完涼食飯睇電視瞓覺，咁係咯，我講都講到好似好沉悶咁，但係你 everyday 1至星期5都係咁做喎。到你60歲提早退休呢個開始嘅舉動咧，成個模式唔同晒啦。你起身
可能出到廳就係你嘅工作空間，咁你工作空間就係退咗休喎。咁然之後你諗下，你以往由9點至6點喺公司有好多嘢做嘅，而家就變咗喺屋企啦。段時間當然啦，我頭先提過大家嘅，可以去學一啲新嘅事物啊，可以去做義工。但係一下子嘅生活模式改變咗咧，呢一樣嘢大家要小心嘅。我當然提議大家去學嘢之餘咧，去做運動。運動我再開一集講，不過運動咧係好緊要、好緊要嘅，亦都比起大家嚟講得益嘅地方係大好多。咁好，講翻個計劃啦。剛才講到收入嗰方面咧，大家規劃好而家現有嘅，你由而家去到提早退休，即係去到60歲啦，我簡稱。咁你而家現有嘅，由而家開始去到60歲，你能夠儲得到嘅，咁你只要規劃好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實現到60歲退休㗎啦。咁當然有啲人同我講話55歲都想退休，唔緊要，冇問題。我哋提早去計劃，提早去 planning 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做得到㗎啦。好，要插多一段啦。規劃到90歲之後都要規劃，咁冇錯嘅。90歲之後當然要規劃啦，因為政府公布咗，或者叫政府其實自己本身都有出咗一啲嘅報告出嚟嘅。由1971年至到2024年，大家平均嘅壽命係有幾多？男士嘅68歲，女士嘅係84歲。到2024年嘅話咧，男士已經係去到83歲啦，女士係89歲。你試諗下，我聽到佢90歲嘅時候，大家再長多5年命，咁都95啊，係咪先？咁仲有喎，唔好唔記得而家嘅醫學係昌明過以前好多，亦都不斷地係進步緊嘅。咁所以大家嘅壽命只會越嚟越長。其實呢集都有好多交流嘅地方嘅，咁我都好希望可以大家 PM 我，咁同我交流下。咁喺我嚟緊再同大家同唔同嘅客戶去計算嘅時候咧，可以計算得再好一啲，或者資訊再豐富啲嘅。好，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。